平時咧，我經常會俾大家問到入住好似你哋泰康之家咁高端嘅社區，門檻會唔會非常之高？咁其實入住係有兩種模式嘅。第一種咧就係購買保險行使權利，第二種嘅話就直接繳納按金入住。兩種方式係供大家靈活去選擇嘅。咁首先嚟講下保險行使權利呢種方式，係特別適合好似我呢一種需要為自己未來養老做規劃嘅群體。咁加入泰康幸福有約嘅計劃，購買養老儲蓄型嘅保險產品，咁唔單止為我自己將來嘅養老做咗一個儲備，喺我未來需要入住社區嘅時候，我係獲得一個保證入住權利。咁好似我嘅父母呢，如果佢哋都有需要入住，咁就可以獲得優先入住權利。至於直接繳納按金入住嘅客人都好簡單，只需要完成3步。第一就係聯繫我哋，第二咧繳納按金，第三嘅話完成身體評估就可以入住啦。至於講到押金嘅話，其實入住前同埋入住3個月之內，如果退住咧係可以全額返還嘅。押金嘅收費標準咧，其實全國係唔一樣嘅。以我哋北京燕園社區為例咧，只需要4萬蚊就可以入住啦，係咪比你想象中要低呢？至於大家最關心嘅月費咧，其實影響月費最核心嘅原因咧，就係兩部分，一就係我選擇嘅戶型大細，第二咧就係我護理費用嘅高低。咁如果戶型越大，同埋護理嘅項目越多咧，相對嚟講價格都會高一啲嘅。咁以全國人民最受歡迎嘅嗰個社區咧，成都淑園嚟講，佢嘅房費就係6500蚊到2萬幾蚊不等嘅。咁月費佢係包含咗邊啲內容呢？除咗大家最容易諗到嘅房費之外咧，佢仲包含咗房間嘅定期保潔服務，仲有我哋設施設備嘅維修服務。另外咧，仲有我哋園區裏邊嘅游泳池、健身房、琴棋書畫室等等。咁護理房間嘅費用裏邊已經包含咗護理費同埋餐費嘅。咁呢一種入住方式咧，就特別適合而家就有需要嘅家庭，佢哋馬上入住。如果你都有呢個需求嘅話，即刻點擊我嘅頭像聯繫我或者私信我，我可以進行安排㗎。如果你而家仲係喺度考慮緊咧，都唔緊要嘅，你可以私信我去安排2天1夜嘅沉浸式體驗活動。參加呢個活動咧，我哋就可以去深入了解到呢一個社區入住嘅居民究竟佢哋嘅享老模式係點樣啦。咁就快啲過嚟聯繫我哋啦，拜拜。